當達薩和他的軍隊侮辱劉陀羅時，薩蒂德維勃然大怒，投入達薩祭的火焰中，將自己燒成灰燼。一位女神從他的灰燼中誕生，她名叫杜瑪雅蒂，是達沙馬哈維迪亞女神中的第5位女性。她出現在帕爾雅蒂和薩蒂德維之間，最終與帕爾雅蒂合二為一。出生在沙塔比沙星 Chhatrapati 斯雅蒂星 Swati 或阿爾達星 Other Nakshatras 的人應該崇拜她。為了取悅她，可以供奉牛奶水、雅達 butter 和椰棗。杜瑪雅蒂身着紅色服飾，她身材高挑、光禿禿的，性格嚴謹，與她永恆的伴侶杜瑪凡塔 Dhumavanta 不同，並且擁有獨特的重生，從薩蒂德維的灰燼中誕生。他的戰車上總是停着一隻烏鴉，他的雙手像線子一樣寬闊，象徵着他驅除一切邪惡的能力。他的手像火一樣，他承諾滿足崇拜他的人的願望。